千祈唔好俾你嘅老公咧單獨去越南啊！嗱，南哥咧喺度講清楚，越南呢個地方咧真係唔適合咧齋男人去嘅，特別係胡志明市啊！你去到呢個地方咧，你會發覺咧一夜幕降臨咧，燈紅酒綠、跑馬觀花，特別係啲咩酒吧街啊、KTV 啊，甚至乎咧街邊嘅咖啡店，三更半夜咧都一堆小姐姐咧坐到滿晒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哋嘅老公咧單獨去呢啲地方咧，真係非常非常之危險嘅。嗱，南哥咧話俾大家聽咧，點樣咧可以咧保住你老公啦。首先第一個咧，你哋咧一定要盡量跟埋去。第二個咧，三更半夜咧一定要叫啲小朋友打俾你哋嘅老公。第三個嘅話咧，去到嗰度咧一定要睇佢訂房訂單，記住幫佢訂啲5星級嘅酒店。咁樣咧係保障咧你老公最終嘅安全。聽得明嘅話咧，記住點個心心，我哋繼續落去啦。如果要去嘅話咧，盡量唔好揀胡志明市啦，叫佢去下其他越南嘅地方，例如河內啊，又或者係峴港芽莊啊，休閒度假嘅，相對嚟講咧夜生活咧就冇咁豐富，但係咧景點咧亦都係非常之靚，嘆住個世界，隨時隨地咧對於你老公嘅安全咧絕對有一個保障。